好，首先請以大力嘅掌聲歡迎我哋 ICSD 創會主席葉永鏗博士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唔該。大家好，大家好啊！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尊敬嘅林家強博士啦，余遠騁博士啦咁各位我哋 ICSD 會員、各位嘉賓各位傳媒嘅朋友，咁今日咧非常之榮幸咁其實今日嘅主菜咧就係嗰個我哋嘅新聞發佈會，我哋發佈一個調查結果咁樣，我哋5週年咧就係搭單嘅啫咁咧就我哋嗰個調查報告咧，或者我講一講個 background 啦。其實我哋2023年咧，即係3年前咧，係做過一個類似嘅報告嘅咁呢個類似嘅報告咧，就係研究緊咧，就係3年前嗰啲即係 working adult 就係比較年輕嘅21歲到45歲呢個組別咧，佢哋點樣睇 ESG 嘅教育咁發覺咧，當其時係好多人都係一知半解或者唔係好識唔係好聽過 ESG。咁3年後我哋咧做另外一個調查報告，呢個調查報告咧，亦都係委託同一間專業嘅即係市場研究公司 CSG 幫我哋做嘅咁咧就今次嘅報告咧，除咗係研究同一班嘅年輕嘅working adult 啦佢哋嗰個對 ESG 嗰個教育，今次仲做埋對呢個 career 嗰個職涯加上 ESG 同埋 AI 而家咁 crossover， 佢哋有咩睇法？咁就有300個成功問卷收翻嘅，有唔同嘅界別嘅工作人口啦咁俾到我哋一啲嘅 insight， 一陣大家就會聽到㗎啦。咁我哋ICSD 咧就今年係都算係年輕㗎，5週年，但係我哋咧都好努力做咗好多嘢㗎啦。所以大家入場嘅時候係咪有一份即係個 agenda 後面咧agenda 後面就係我哋一啲 major 做過嘅嘢就唔係全部，但係 major 嘅嘢咁你會睇到咧，我哋有即係由0開始啦即係4年幾前，去到咧我哋今年咧，我哋嘅會員人數已經超過5000人，而報讀我哋 Certified ESG Planner 同埋 Certified ESG Manager 呢2個課程咧，呢4年累計咧就超過8000人係報讀咗嘅。咁我相信咧就係可以咁講，喺香港都一個幾受歡迎嘅一個資格啦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個課程有一個比較特別嘅即係methodology 大家可能各位會員都聽過叫 SIPA 呢個 model 係一個即係落地一個處理機構入面嘅 ESG 問題嘅一個方法咁樣，咁都係好實用同埋好受歡迎嘅。咁我哋呢5年嚟咧就做咗好多嘢啦。其中我哋舊年應該係今年嘅年初咧，就同呢個劍橋大學啦，就獨家喺香港合作咧，有一個 scholarship。咁呢個咧就係俾一啲我哋嘅會員啦如果係入到佢哋嗰個 postgraduate diploma certificate 嘅 program 咧，就可以有一個獎學金。而呢個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咧係可以直接銜接劍橋大學嘅碩士學位嘅咁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即係精品嘅課程嚟，可以咁講。咁我哋仲有好多一啲嘅合作啦，譬如我哋啱啱今日喺 lunch 嘅時候咧，就同呢個CPA Australia 簽咗合作協議啦，又同 SGS 香港簽咗合作協議啦。最後我哋今日 lunch 嘅時候，仲同呢個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簽咗合作協議。咁我哋合作啲乜嘢呢？咁就係主要係我哋一啲嘅知識同埋一啲技能方面嘅培訓交流。咁就係在座嘅會員可能都上過類似嘅課程，咁陸續有來嘅。咁我哋而家最 major 嘅發展呢，其實就係嚟緊呢2個月，我哋會有一個獨立嘅 portal， 一個 learning portal 咧，係喺網上嗰度 set up。咁咧就係專係教嗰個 SIPA model 嘅一個 methodology 同埋個 case study 嘅。咁我哋已經係同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佢哋畢業嘅學生咧，係可以
直接即係獲認可讀呢一個自助嘅網上課程。咁跟住就可以攞到我哋 Certified ESG Planner。咁而呢一個 Learning Portal 咧會 roll out 去中國內地啦，同埋東南亞。咁我哋已經揾咗一啲東南亞嘅同埋中國內地嘅合作伙伴咧，佢哋去物色一啲喺內地嘅大學，佢哋讀過 ESG 嘅課程嘅朋友，但係佢哋想 on top of it 係學習呢個 Super Model， 又想成為 Certified ESG Planner， 有一個更快捷、更平、更直接、更靈活嘅方法，就係喺網上一個自學嘅課程，我哋用 AI 做咗一啲唔同嘅 language 咁樣咁咧就呢一個咧係喺2個月內咧係會 roll out 嘅。咁呢一個係我哋一個新嘅一個 development， 而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咧係我哋第一個合作伙伴喺呢一個新嘅 learning portal 嗰度咁所以我哋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 roll out 咁不過咧都係有賴於譬如各位會員嘅支持啦。同埋咧就係我哋嘅委員會委員啦，我哋嘅顧問團隊支持啦咁樣。咁咧就仲有最後一句咧，就希望大家今日咧係 coffee break 之後咧繼續留喺度，因為Ruby 頭先提到咧，我哋下半場咧就係有精彩嘅 forum， 咁有2位好即係資深嘅 speaker 係會有一啲好 inspiring 嘅題目其實你喺嗰個 flyer 都見到㗎啦。咁希望繼續留到最後，我哋5點零鐘嘅啫。咁咧就係離開嘅時候咧，我哋有一份好精美嘅5週年紀念品咧，係送俾大家嘅OK， 好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唔阻大家時間啦。咁我將時間交俾我哋城市大學林教授有請林教授。好，有請林家強教授，掌聲有請。Dr. Angus, Dr. Michael, Dr. William，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傳媒嘅朋友，大家好。我今日係非常嘅榮幸同埋係好興奮嘅，今日出席 ICSD 呢一個 ESG 調查報告嘅發佈會。頭先亦都喺 lunch 嘅時候咧，亦都聽到有好多嘅嘉賓朋友介紹咧，亦都個心裏面咧係都好感動咧。原來喺整個 ESG 裏面咧，亦都有好多有心嘅人，唔單單係一啲科學家，唔單單一啲係企業家，更加咧係喺社會上邊咧係默默耕耘嘅。喺開始我分享之前咧，我即係好衷心嘅係恭賀 ICSD 成立5週年。我實在好開心喺呢5年裏面咧，係睇到咧 ICSD 喺成個 ESG 嘅研究啦、專業培訓，甚至國際交流上邊咧係不斷嘅持續耕耘，係為業界咧係建立咗係具結構性嘅學習同埋交流平台。剛才Dr. Angus 咧係已經提到我亦都分別咧喺唔同嘅地方，喺香港、喺英國咧係同Dr. Angus 係交流。睇到佢咧就係我諗佢每日諗緊嘅咧都係 ICSD， 甚至咧係點樣係推動呢一方面嘅發展。今日嘅調查報告發布咧，唔單單係一個研究成果嘅顯示，我相信係體現咗 ICSD 咧喺推動可持續發展專業呢一方面嘅努力，同埋喺呢度咧係我祝願係成個大會嘅發布係成功圓滿嘅。其實我自己喺裏面咧就即係覺得受寵若驚嘅，點解揾我嚟到去做開場嘅嘉賓咧？咁因為在座亦都有好多嘅專家咧，其實係我一直係同你哋同行咧，係跟你哋其實學咗好多嘢就真。或者咧，我淨係即係講下笑咧，就可能Dr. Angus 係負責嘅時候咧，咁佢就揾個不過揾 Alex 啦，因為佢個名咧叫 Alex， 咁咧 Angus 加 Alex 咧，咁就係 AI。咁大家聽好多 ESG， 咁今日可能聽下 AI 咧，係可能揾 Alex 嚟講下啦咁。咁其實喺我成個同 ICSD 一齊同行嘅過程裏面咧，我都好有幸咧支持
佢哋係出版過咧，係一個好領先嘅，就係 ESG 你要知。頭先阿 Angus 係冇提到，但係呢個係一個好震撼嘅，因為佢集結咗係成個業界、學術界，甚至咧係環保倡議嘅各個嘅各路英雄咧，係可以喺呢一本書裏面咧，將佢哋嗰個嘅體會咧，係集合成為一本係好精華、係好獨特嘅書。同時咧就係、我都好有幸咧，能夠同佢哋一齊咧係同行咧，係我都學咗 CIPA， 你哋都學晒㗎啦，係咪？嚇！咁喺成個 CIPA 嘅裏面咧，其實成個教學模式，佢強調系統思維同埋實際嗰個嘅能力結合咧，係將理念轉化成為咧係有決定性嘅決策能力咧，係好有幫助，係深入淺出。當然今日成個調查顯示咧，係 ESG 已經成為咗企業無法忽視嘅重要嘅議題。嗱，我唔會再重複啲數據。多謝 Angus 咧，佢哋俾咗個嘅報告我睇啦。咁我諗陣間咧係亦都有可以同大家可以係詳細嘅嚟到去表述。但係我想強調一下咧 ，ESG 其實早已經咧唔係企業形象管理，而係風險管理同埋長期嘅價值管理。回顧歷史咧，係喺1992年咧，喺里約熱內盧地區高峰會咧，嗰度已經確立咗3項嘅環境公約。我都好有幸咧，過去10幾年咧，都喺唔同嘅層面咧嚟到去參與探討。其中最多為人知嘅呢，亦都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呢個係 UNFCCC。處理咗氣候同埋碳排放嘅問題，生物多樣性嘅公約 CBD， 關注生態系統同埋自然嘅資本，聯合國防止荒漠化公約 UNCCD， 聚焦喺土地退化同埋資源管理。我都好有幸咧，喺過去5年咧係甚至係10年咧，喺由沙漠治理去到係氣候變化高峰會，同埋啱啱亦都上個月喺海南島係有關一個藍碳嘅研究高峰會，亦都係探討咧係國際嗰個嘅做法點樣能夠可以加速落地。呢3大嘅公約咧，其實唔能夠分開嘅，亦都等於 ESG 咧，我哋唔應該係將佢單獨嚟到去睇。反而咧係需要係大家係一齊將佢嚟到去組合一齊。佢其實係對企業嚟講咧，其實已經係有個係好大嘅啟發，亦都睇返企業咧今日面對嘅咧係3大核心嘅風險：氣候風險、生態風險，同埋係供應鏈同埋土地相關嘅風險。嗱，當然有好多複雜嘅 technical terms 啦，大家可能未必記得太多。咁但係對於 ESG 嗰個發展嗰個基礎咧，我相信大家都好了解咧，係早喺多年前咧，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 UNPRI 推出嘅時候咧，亦都將 ESG 納入資本市場決策嘅框架。嗱，從嗰刻開始咧，已經係持續到表現住，開始影響住資本市場嗰個運作，甚至咧投資偏好同埋企業嗰個嘅估值。嗱，即使大家可能最近都呢1-2年嘅熱門話題好似喺美國啊或者部分地方咧出現咗一啲對 ESG 或者甚至係 sustainability 有一啲不同嘅聲音，甚至出現咗政府政策同埋市場情緒上邊嘅波動，但係從長遠嘅角度嚟睇呢，氣候風險、資源約束同埋供應鏈嗰個嘅係壓力呢係未消失，全球披露嘅標準同埋跨境資本嘅流向呢，仍然呢係朝住一個更高透明度同埋係責任要求嘅發展。
對企業而言呢，唔係一個短期嘅趨勢，而係結構性嘅轉型。我亦都想喺呢度借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下喺中國係發展嘅一啲實踐嘅經驗。佢哋亦都出現咗一項咧好重要嘅創新制度。嗱，呢個係叫做我哋好熟嘅 GNP、GDP， 係佢而家呢一個咧係 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 係生態產品價值。呢個 GEP 咧係透過核算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產品同埋服務嘅價值，包括咗物質嘅產品啦，仲有調節服務嘅，同埋咧係文化服務嘅。裏面當然仲有好多細節嘅嘢喺呢度，冇時間咧係同大家多分享。但係正係呢一個嘅 initiative， 中國以一個嘅世界大國嘅地位咧，係嘗試以科學嘅方法將綠水青山嘅價值量化。可能我哋有時會覺得好多中國好多口號，但係當綠水青山呢個價值能夠量化，同埋納入經濟同埋政策決策嘅體系嘅時候呢，我哋可以睇下佢嗰個影響力呢係可以好深。最重要嘅係呢個 GEP 嘅理念呢，係超越咗我哋傳統100年嘅 GNP、GDP 嘅理念，係納入聯合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 SEEA 成為國際標準嘅框架嘅一部分。嗱，呢代表住呢係自然資本同環境生態有關係嘅價值體系呢，係逐步制度化同埋係國際化。嗱，當我哋試想下，當環境可以被量化，就可以嚟到比較。當可以去比較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管理啦。當我哋可以管理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會比較容易啲係嚟到影響住嗰個資源係分配。呢個咪正好係同 ESG 強調呢，係嗰個嘅透明度、數據要清晰，同埋長期嘅價值嘅邏輯係一致嘅咩？嗱，另外一方面呢，我亦都講下我同阿 Angus 嘅關係 AI 嘅發展速度。大家都明白 AI 咧係已經係進入一個發展神速嘅時代。其實 AI 已經廣泛應用到響 ESG 嘅數據分析。剛才Angus 都提到有 Portal， 中大商學院亦都提到用數據分析咧嚟到去點樣係嚟到去連帶睇到 ESG 嗰個嘅發展嘅模式。供應鏈嘅監察啦，即係真唔係真，氣候情景模擬同埋風險嘅預測，大幅提升效率同埋透明度。好多謝 AI 有呢啲咁樣嘅應用嘅實踐嘅工具。但係 AI 同時呢，亦都帶嚟咗新嘅治理挑戰，包括數據安全、演說法嘅偏差同埋責任歸屬嘅問題。因此未來嘅關鍵呢，唔係擁有科技，而係能夠點樣駕馭科技，點樣駕馭 AI。真正具競爭力嘅領導者係需要理解可持續發展嘅框架，掌握數據同埋風險分析嘅能力，同時喺科技應用當中係保持價值判斷同埋個整體嘅責任意識。正因如此呢，容許我賣下少少廣告啦。係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呢，係啱啱今年咧係推出咗跨界領導學碩士課程，希望培養同埋能夠整合金融科技政策同埋各
社會視覺喺複雜嘅環境當中咧，培養平衡決策嘅人才。我諗大家都同意咧，未來嘅競爭唔再係規模嘅競爭，而係整合能力同埋長遠判斷嘅競爭。各位朋友， ESG 係一套長期風險管理嘅框架。剛才提到 GEP 令到自然嘅資本佢嘅價值更加能夠清晰體現。AI 係改變緊我哋成個分析同埋決策嗰個方式同埋係能力。我期待 ICSD 同城市大學有更多深化合作，特別同 Angus 同埋 Michael 同埋各個董事同埋顧問呢，係有更多大家合作嘅空間，為香港培養更多具整合能力同埋有責任意識嘅領導人才。雖然我哋而家面對係一個好不確定嘅環境，但我哋相信呢係穩健同埋專業先係長遠競爭力嘅基礎。我再次祝賀 ICSD 5週年致慶，祝今日嘅發佈會圓滿成功。多謝大家。多謝林教授好精闢嘅分享，多謝。好，跟住落嚟呢，我哋要睇下當 ESG 遇到呢 AI 人工智能嘅時候，佢嘅教育同埋嗰個嘅職場嘅路向會係點呢？咁我哋有請呢 ICSD 創會副主席許順福博士 Mike 呢，同我哋分享下呢個調查報告嘅要點。唔該晒你 Mike。Thank you。好 ，Dr. Alice，OK，各位分享嘅嘉賓，各位合作嘅伙伴，各位 ICSD 嘅會員，各位傳媒嘅朋友，各位嚟到參加嘅來賓，大家好。我係國際可持續發展協進會嘅創會副主席米虛。首先呢，再一次歡迎大家嚟臨我哋呢個論壇啦。我會用大約10分鐘嘅時間呢，介紹下香港 ESG 乘 AI 教育及職場新路向呢個調查結果。呢份調查嘅目的呢，係為咗了解受訪者對於香港有關 ESG 同埋 AI 相關教育同埋職業發展嘅態度，同時呢，亦都希望探討例如 AI 喺 ESG 將來發展當中嘅角色。呢個調查呢，係由我哋 ICSD 委託 CSG 精確市場研究中心進行嘅。喺2026年5月份嘅時候呢，成功收集咗300份有效嘅網上問卷。訪問嘅對象呢，係有大專或者以上學歷嘅在職21歲至到45歲嘅成年人，同埋聽過 ESG 呢個名詞嘅。呢一張呢，係我哋嘅受訪對象嘅資料。第一部分呢，係關於 ESG 嘅知識水平。首先呢，讓我分享一個令人哋振奮嘅數字啦。呢個係有68% 嘅受訪者呢，表示自己對 ESG 有高度嘅認識，即係滿分嘅話呢，評分係達到7至到10分嘅。大家聽到呢個數字呢，可能未必有太深嘅感受。但係如果我話俾大家知道，3年之前頭先Dr. Yip 都提過啦。2023年嘅時候呢，我哋做過一個類似嘅調查，由同一間調查公司進行啦，完全相同嘅目標群組，同埋差唔多數量完全一樣咁個數量嘅一個對象。喺2023年嘅時候呢，呢個對 ESG 有高度認識嘅數字呢，只有41%。3年之間呢，由41% 跳升去到68%，由唔到一半去到接近70%呢，增加咗27個百分點。咁大家就明白啦，香港社會喺 ESG 知識普及方面呢，其實係進步咗好多嘅。相反呢，表示對 ESG 認識低嘅評分得0至到3分嘅受訪者呢，喺2023年嘅時候呢，係24%，而家大幅跌到2026年只得3%，可以話
即係連 ESG 係乜嘢都唔知，呢個咁樣嘅現象咧，喺香港職場裏邊咧係已經近乎絕跡㗎啦。第二部分咧係企業規模對 ESG 嘅重視程度。調查嘅第二部分咧係問受訪者認為香港唔同規模嘅企業對 ESG 嘅重視程度有幾高。結果顯示咧一個非常明顯嘅落差，由上市公司到大型非上市公司，到中小型嘅企業，到微型企業，對 ESG 嘅重視程度高嘅比例咧，其實不斷下跌嘅。換言之，由上市公司去到微型企業咧，重視 ESG 嘅比例咧，由83% 跌到22%，幾乎係4倍嘅落差。呢個啟示係啲乜呢？一陣間我哋會討論一下。第三個部分咧係 ESG 對職業發展嘅重要性。調查咧亦都問及受訪者認為 ESG 知識對現有嘅工作有幾大幫助。結果係93% 嘅受訪者咧認為 ESG 知識對現時嘅工作係有幫助嘅，當中63% 咧更加認為幫助係非常大，即係評級係7至到10嘅。如果我哋問嘅唔係現有嘅工作，而係問 ESG 知識對將來嘅事業發展有幾大嘅幫助嘅話咧，同樣有93% 嘅受訪者認為 ESG 對將來係有幫助嘅，當中咧亦都有64% 咧認為幫助非常之大。ESG 知識對現有工作嘅幫助，對比起2023年咧，當時只有37% 嘅受訪者認為幫助係非常大，由37% 升到去63%。呢個數字上升咗26%咧，幾乎上升咗1倍嘅。而 ESG 知識對將來事業嘅發展咧，對比2023年咧，當時只有47% 嘅受訪者認為幫助係非常大，47% 升到64%咧，呢個數字亦都增長咗17%。換句説話講咧，即係話超過90%嘅受訪者咧認為 ESG 對現有嘅工作係有幫助，亦都有超過90%嘅受訪者咧認為 ESG 對將來嘅事業發展係有幫助。相對於3年之前咧，呢兩個比例都係大幅咁上嘅一個大幅嘅增長嘅。第四部分咧就係 ESG 行業面對嘅挑戰。調查亦都問受訪者認為 ESG 未來會面對乜嘢挑戰？以下係主要嘅發現。第一個係中小微型企業好難去負擔 ESG 規管帶嚟嘅額外嘅成本啦。另外就係工作崗位被 AI 取代啦。企業減少 ESG 嘅投入等等，大家之前咧已經睇到啦。中小微型企業咧對 ESG 嘅重視程度相對嚟講咧係最低嘅，但係最大嘅挑戰正正係佢哋難以負擔 ESG 嘅額外規管成本。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會再作討論。第5同第6部分咧就係 ESG 乘 AI 嘅新格局啦。講到今次調查有前瞻性嗰部分嘅話咧，就係 AI 同 ESG 嘅關係。調查問受訪者認為 AI 嘅應用咧對 ESG 未來嘅發展有幾重要呢？結果係73% 嘅人咧認為係非常重要，即係7至到10分嘅，只得2% 咧係認為唔重要嘅啫。而佢哋認為 AI 對企業推行 ESG 影響最大嘅3項呢，依次序係加快 ESG 相關數據嘅收集同埋分析啦，改善策略嘅制定啦，同埋提供新嘅問題解決辦法。但係同時咧，受訪者認識到 AI 咧其實係帶嚟一啲風險嘅，包括埋 AI 能耗所帶嚟嘅碳足跡嘅問題啦，同埋低質素嘅數據會導致 ESG 報告失準嘅風險咧，呢啲都係行業需要需要正視嘅一啲咁嘅雙刃劍一個效應嚟嘅。第7同第8部分咧就係點樣裝備自己同埋培訓興趣啦。調查問受訪者喺 ESG 同 AI 結合呢個新世代嘅工作環境當中，應該點樣裝備自己？頭3項合計嘅結果咧，分別係進一步深造 ESG 進階嘅知識啦，學習基礎 AI 嘅技能啦，參加 ESG 同埋 AI 嘅培訓課程等等。而且同一時間咧，48%即係唔夠一半嘅受訪者咧，係透過係已經修讀過正式嘅ESG 培訓課程嘅。而83% 嘅受訪者有興趣將來會報讀正式嘅 ESG 培訓課程。
至於點樣去裝備自己呢？我哋一陣間亦都會有一啲建議。第9部分呢係對政府政策嘅建議。最後呢，我哋想直接分享受訪者希望政府做嘅嘢。PowerPoint 裏邊呢顯示咗最多人認為最重要嘅一啲建議。根據最多人揀嘅嗰6項建議呢，我哋認為可以歸納為2大部分嘅。第一個方向呢，就係降低入場嘅門檻，免費嘅培訓啦、財政資助啦等等，全部都係為咗確保 ESG 教育呢喺變成每一個在職嘅人士都可以接觸得到嘅一啲公共嘅資源。第2個方向呢，就係建立長遠嘅生態，將 ESG 同埋 AI 納入學校嘅課程啦，建立一啲技能認證嘅制度啦，同企業合作了解市場嘅需要啦，係為 ESG 嘅人才庫打好根基嘅一個投資嚟嘅。以上嘅結果究竟有啲乜嘢嘅啟示，同埋我哋 ICSD 嘅回應同埋建議係啲乜嘢？我留翻俾我哋嘅主席 Dr. Angus Yip 同我哋大家講講。好，唔該晒，咪唔該晒，係好。接住落嚟咧就好緊要啦，就係話我哋知道呢一個挑戰嚇，咁同埋嗰個問題所在啦嚇。跟住我哋嘅方案會係點咧？咁我哋就請Angus 嚇，Dr. Yip 就幫我哋講講我哋有啲乜嘢嘅提案。唔該晒。好，唔該晒。好啦，咁咧我接力啦。咁其實我都係用5分鐘到嘅啫，因為咧要留翻啲時間俾傳媒嘅朋友發問啦嚇。因為畢竟我哋呢一個係一個正式嘅調查報告，亦將會咧係喺呢一個各大嘅傳媒咧，你哋會見到嗰個我哋今日嘅發佈會嘅消息㗎嚇。咁所以咧我會留多啲時間俾傳媒嘅朋友發問嘅。嗱咁我諗頭先Dr. Mike Hui咧講得都好清楚啦。我哋成個調查嗰個內容咧係即係第一好專業性嘅，第二咧係用數據去説話嘅咁同埋我哋3年前做過類似嘅研究報告，係作一個比較咁總結嚟講咧有7個要點啊。第一 ESG 已經係幾乎人所共知，冇人未聽過㗎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即係利用 ESG 去深化我哋嗰個即係職場嗰個技能加上有 AI 嗰個出現啦，令到呢件事呢個要求呢係多咗好多嘢㗎。咁而 AI 係 combine with 呢個 ESG， 令到 ESG 呢啲工作呢係更加有效率有效率咧就唔代表要裁員嘅咁有效率可以係做更多嘅嘢喺唔裁員嘅情況底下，或者係喺即係調撥人手方面係更加靈活嘅咁第三咧就係話我哋嘅 employee 咧就係需要有在職培訓，所以點解咧就調查發現咧就好希望咧政府加以呢方面嘅支持嘅等一陣咧下半場陳局長嚟到咧，我都會再提呢一點嘅因為係呢個我哋係客觀做咗呢個問卷得出嚟嘅結果而呢一個咁嘅我哋話呢一個 training 培訓咧。其實咧係要有深度即係以前我哋嘅培訓可能係集中喺一個 ESG 嘅普及教育即係令到未聽過或者唔係好知嘅，咁佢哋係會聽過啦清楚係乜嘢，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個培訓咧要求個深度咧係要加深好多，係個應用嘅層面嘅。咁而政府往往喺呢一度除咗係提供即係金錢嘅即係資助啦，咁亦都可以咧係有其他嘅角色嘅，譬如安排一啲工作機會俾我哋年輕嘅即係職場嘅朋友，係有關 ESG crossover 呢個 AI 嘅工作嘅一啲實習嘅機會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問卷入面咧有提到嘅，希望政府能夠幫我哋做嘅嘢啦。咁而 SME 或者係微型嘅企業咧，其實嚟講咧係喺嗰個成本壓力係好大嘅。咁好多時候人哋話喂 ESG 都係即係短期嘅嘢，其實短期嘅嘢咧都好重要嘅ESG 你短期嘅投入咧，雖然可能未必即刻有回報，但係
作為中小企或者微型企業，你可能想做一啲大企業嘅生意，咁大企業呢，就俾規管當局啦嚇，咁樣就係要求提升嗰個 ESG 個表現，咁佢會壓落去佢嗰啲 supplier 供應商嗰度，而供應商有唔少係中小企同埋微型企業，所以今時今日無論中小企或者微型企業，佢哋中意或者唔中意，想或者唔想，其實佢哋想做多啲大企業嘅生意呢，佢哋都係有咁樣嘅動力呢去做好啲，不過就唔夠錢做。咁 AI 正正係可以減低嗰個即係中小企做呢個 ESG 嘅成本嘅。咁啊，我琴日睇到有啲報道呢，話平到呢3000蚊出一個 ESG 報告。咁呢就如果可以咁樣做嘅話呢，3000蚊港幣喎。咁我估都係用 AI gen 出嚟嘅。嗱，AI gen 出嚟係冇問題，只要你係識睇下佢做得啱唔啱。OK。呢個緊要係喺呢一度，咁所以我可以預期呢，未來我哋呢一個 ESG 嗰個成本呢係會降低，而你從事 ESG 顧問嘅工作個內捲程度呢就會增加嘅，因為有 AI 幫手嘛，係咪？咁你嗰個 quote 嗰個價錢又可以平啲，去同你嘅競爭對手去競爭㗎咯嚇。好啦，咁呢就喺呢一個即係總結入面呢。即係帶出咧，就係話我哋其實咧 ESG 喺香港嘅發展咧，係由一個初階段咧，而家去到一個深化階段㗎啦。好，咁咧就跟住我哋睇下，其實我哋呢個調查結果咧有一點咧好特別嘅。其實 AI 咧會唔會 replace 咗我哋嘅工作咧？其實大部分受訪者佢哋都覺得未必會嘅。只要咧你係識得點用 AI 能夠駕馭呢個 AI， 其實就未必㗎。你睇翻個數字呢，其實我哋前3位我哋嘅受訪者呢，佢都係認為 AI 呢係喺嗰個提供嗰個成本效益啊，提供嗰個數據嘅準確性啊，同埋方便性呢，係即係比較多嘅。咁而係replace 咗佢 existing 嘅工作呢方面呢，就相對唔係排得咁高嘅嚇。咁所以呢一個就俾到我哋有個信心嘅，就係 AI 咧係未必會係取代咗我哋而家嘅工作不過係會令到我哋係更有效率同埋更準確去做，更有成本效益去做。好，咁呢個應該係最後一版㗎啦。咁有啲 practical advice 一啲好實用嘅建議，如果你未係呢個行業嘅朋友，你又想加入呢個行業呢，有幾點我哋 ICSD 呢喺嗰個調查報告出咗之後呢，就有啲綜合嘅建議。第一，就因為我哋要深化嗰個 ESG 嘅知識啦，咁所以呢係一定要 AI 同 ESG 而家係並行嘅。你要點樣用 AI 用喺 ESG？ 舉例用個 AI gen 啲 ESG 報告，其實我都做緊嘅。咁咧，我用個 AI gen ESG 報告入面嘅即係氣候變化嘅披露climate disclosure 其實係真係好有效率嘅，而且仲係啱嘅喎，好多數據第二就係我哋建議咧，就係新入行或者想入行嘅朋友呢，就去可以嘅話考一啲國際認可嘅專業資格啦咁我唔係賣廣告嘅，咁我哋 CEP 同 CEM 呢，其實都係獲得咧瑞士日內瓦聯合國屬下嘅機構嘅認可嘅咁仲有其他嘅專業資格，大家都可以去考。咁而我哋同其他嘅專業團體，譬如 CPA Australia 啦。同埋呢個 SGS 啦，咁佢哋都有會計師嘅課程啦，同埋呢一個專業嘅 carbon audit 呢一方面嘅課程咧，係提供俾即係我哋會員同埋其他嘅各界嘅朋友去深化嗰個 ESG 實用嗰個技能。好啦，第三方面我哋嘅建議咧，就係要攞一啲經驗即係你讀咗呢啲知識同埋技能學咗咧，你冇實踐係唔得㗎。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去揾一啲實踐嘅機會尤其是如果係即係做義務嘅工作都其實冇問題最緊要咧，你係有機會試用
嚇咁樣。咁啊呢一方面你先至可以令到你未來嘅僱主呢係個信心大增。如果唔係呢，你淨係識得考試，淨係識得做功課嚇咁樣，其實呢一個係遠遠都唔夠啊！所以盡量爭取一啲 practical 啊實務嘅經驗。最後就係我哋要了解而家規管嘅發展。其實 ESG 整個體系都係由上面壓落去下面，意思就係話由大公司去 drive 嗰啲細公司嘅。細公司呢，佢哋唔夠資源做，佢哋有心㗎，好多都你訪問一啲中小微企嘅老闆，你問佢支唔支持 ESG 啊？支持，俾錢呢就揞住個荷包㗎啦，各位咁呢啲咧中小微企呢，我哋好理解嘅咁所以呢，其實佢哋往往有心無力嘅for 中小微企，所以要推動整個 ESG 喺商界嘅發展呢，其實係需要大企業開始，大企業佢有資源。有知識，咁而規管嗰個目的其實就係主要針對大企業嘅開始。好似港交所佢嗰個2016年開始要求全部上市公司都要每年做嗰個 ESG 報告，咁肯定係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你話佢係中小微企都得嘅，有部分，但係大部分其實都有一定嘅規模。所以我哋要由上而下去即係推動成個 ESG 嗰個發展呢，我相信呢就係大家要先了解嗰個規管個變化，因為規管變化呢係直接影響大企業佢哋嘅做法，而大企業嘅做法就會繼續影響一啲中小微企佢哋嘅做法㗎啦。咁呢個呢就係我哋ICSD 喺呢個調查報告咁少少嘅一啲建議咁樣嘅。咁我喺呢一度嘅即係presentation 呢就結束啦。咁交翻俾阿 Ruby 啊。好啊，唔 Thank you 走得住喎你。走得係要答問題我哋有個係。Q&A 嘅 session 啊，好精彩啊！係咁都整全嘅整體。我想補充一下先。正話嘅調查報告嘅分析嘅重點咧，再加上正話咁精彩嘅圖片咧，就已經喺呢個 QR code 入邊係有㗎啦。即係影相嗰啲即刻喺度睇到㗎啦。已經擺咗上去㗎個已經有係啊個 PowerPoint 係啦，我哋AI 啊嘛，咁我哋都要用一啲嘅 AI 智能。咁就全部嘅朋友，陣間我哋1個小時內咧，亦都會擺咧係今日嘅精彩嘅相片咧，係會上去呢一個 QR code 入邊嘅。咁大家可以喺入邊係揾到啲資料。好，咁我哋就我哋都有15分鐘嘅時間，10分鐘啦嚇。10分鐘。嚇，咁就睇睇咧，就係台下嘅觀眾朋友或者媒體嘅朋友咧，有冇一啲嘅問題會問嘅？係藉住呢個機會。Dr. Mike 你都可以上埋嚟，如果你有補充我哋一齊回答咁樣嘅。阿許博士都係啦，同席係。係啦，同埋大家如果要嗰個成個 full report 咧，你掃下個 QR code，你入嚟嘅時候咪有張嘢攞嘅，咁有個 QR code 㗎，咁你可以直接 download 成個10幾20頁嘅 report 出嚟㗎啦，咁樣。好，我哋睇下在座嘅朋友係咪有一啲嘅問題。OK， 後邊呢位白色衫記者朋友，係唔該，兩位想問下咧，其實睇翻你嗰個調查嗰個結果咧，而家話即係自評有較高 ESG 知識嗰度就有68%啦，但係接受個正規培訓嘅其實唔夠50%嘅。其實你哋點睇呢個現象咧？咁另外睇翻即係比較多都係一啲受訪者係後生啲，就覺得自己 ESG 個水平較高啦。但係資深嘅就可能相對覺得即係冇咁即係認識，其實可以點樣推動一啲資深嘅在職人士去接受ESG 嘅培訓咧？唔該。咁或者我好簡單答咗先，如果有補充你先至補充。其實咧就我諗呢個就係自己認為自己識咧，同佢讀咗幾多唔係一定存在一個關係嘅。有一啲人讀得唔多，但係咧話覺得哇我好識嘢咁所以咧呢一個落差咧，我諗係一個自我感覺，佢覺得即係有80%嘅人覺得自己係好識得 ESG， 而係佢唔係讀咗好多嘅啫，但係都覺得識咗好多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個落差可能係自我個感覺同實際，佢係咪真係識咁多呢？咁呢個呢，就真係要做一個 interview 去考下佢哋係咪真係識咁多先。但係呢個 at least 我哋呢一個調查呢，係佢哋自我感覺
其實好多人都認為自己識好多嘅嚇咁樣，咁實際佢讀咧又唔係話真係讀得好多咁樣嚇。咁而你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問咧，就點樣推動一啲年長少少嘅人士咧去即係進修啊，或者係學ESG 啊，咁我諗即係所謂年長都，我哋即係去到45歲嘅啫嘛，我哋嗰個 sample size， 咁啊所謂年長我諗都係可能30歲到40幾歲嗰啲啦，咁佢哋喺人生可能係啱啱結婚或者結咗婚冇幾耐，又要照顧小朋友嗰啲咁樣嘅環境底下咧，咁大嘅壓力咧，佢哋去進修咧係其實有啲難度嘅嚇，咁所以點解其實佢哋好需要第一金錢嘅資助啦，即係希望政府有多一啲金錢嘅資助俾佢哋去即係交學費啦啊。第二咧就係我哋會覺得咧，第二咧就其實係即係多一啲嘅即係類似呢類咁嘅活動咧，係令到社會入面咧係覺得 ESG 係仍然係值得我哋去做嘅嘢。咁令到咧稍為年長少少嘅工作人口咧，佢哋睇到嗰個值唔值得去做，而佢先至會覺得值唔值得去花時間。佢唔花時間喺呢方面學習，往往係佢覺得有冇需要去做咧。但係我哋嘅調查發覺咧，其實咧大部分都覺得對將來個職業係好有幫助。當你覺得有咁有用嘅時候，你就算各樣資源都比較緊張嘅時候咧，你都會願意去擺多啲時間去學習咯。所以搞多啲類似我哋呢啲研討會啊、調查啊，令到大家都知道個重要性咧，可以鼓勵到年長少少嘅即係工作人口咧，都可以喺百忙之中喺資源有限嘅情況底下咧，去繼續進修 ESG 相關嘅學科啦，係啦。我簡單嘅少少補充嘅啫，其實就係話自己好多人會覺得自己已經係識得唔少，但係其實又唔係咁多人受過 formal training，咁所以仍然都係即係 highlight 翻我哋都會見到嘅嘢咧。Given 而家好多人都已經即係知道覺得 ESG 係唔可以喺個職場裏邊唔識嘅嘢嘅話咧，咁即係話仲有好多空間佢哋係會接受呢個正統嘅訓練，係好多空間係你無論係啲 training 啦，無論係其他呢啲 seminar 咧，都係應該正如Dr. 葉所講啦，係咪？我哋仲需要去推動嘅，正正就係我哋希望去再做嘅嘢咧，都係我哋會希望可以推動嘅嘢嚟嘅嚇。咁啊，鼓勵大家都可以報讀咧 ICSD 嘅呢個 CIPA 嘅課程。好，有冇第位嘅朋友想問問題 ？OK， 好，前邊呢位，唔該。我係 Oswald， 大家好。我識少少嘅啫，我唔係多嗰啲嚟嘅。咁啊，我幫一啲譬如話有啲年輕嘅在場嘅觀眾啦，或者想轉職嘅觀眾啦。咁好啦，好實際問題啦。喂，有冇個訪問下次可以做埋？譬如識咗讀完你哋 ICSD ESG planner 或者 manager， 對於冇讀嘅或者唔識 ESG 嗰個嘅薪酬嘅差異。好實際啊！呢個或者可能Miranda Grant SGS 總監喺度，係咪可以問下佢咧？呢個你有冇個加 feeling 兩位 ？OK， 好，係。唔緊要，其實咧就讀咗我哋嘅課程同冇讀咧，就係究竟有冇分別？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嚇，即係我都唔能夠嗱，老實咁講啦，你讀咗個 MBA 又好，讀咗個 PhD 又好，究竟對你工作嘅有冇幫助？係一定有嘅。咁啊，對於薪酬有冇幫助咧，就好多因素啊。譬如你有冇經驗啦嚇，但係 at least 喂，我有啲嘢讀咗，同一個冇讀嘅 everything the same 嘅話，咁我作為 employer 我都可能會揀個有讀過，我起碼唔使教佢咁多嘢啊嘛嚇。咁所以你嗰張入場券咧就係即係好啲嘅，即係你有讀過唔係一定要讀我哋嘅課程，讀其他即係嘅課程都得嘅嚇咁樣，只要係正正規規咁樣咯嚇。呢個係我個人意見啦。少少補充就係我哋既然都大家頭先睇過調查報告 ，AI 已經嚟緊，我哋好多人已經
basic 嘅嘢可能已經唔再需要好多你上網已經可以攞得晒嘅話，更加需要一啲專業嘅認證咧，俾人哋認可嘅一啲嘢，反為可能係因為而家需要嘅唔再係啲好表面嘅知識，係揾人可以孭鑊，可以簽到落去證明到你係 OK， 人哋信得過你嘅一啲資歷。我諗呢個反為會更加係重要。我補充少少再幫Angus 同埋阿咪。我請人都會，如果真係有嘅都會考慮先嘅。仲要 ICSD 就再 prioritize 再高啲。哇！真係做會喎，喂，我哋冇做會㗎嚇，多謝。係啊，我哋答多一條問題啊。因為佢係老闆嚟㗎，佢係呢間公司嘅老闆 ，Risco。多謝。係啊，仲有一位係唔該。Hello， 同一個問題之前都問過㗎啦。其實 go back 翻你頭先個問題，3000蚊嗰個諗一個篇文我都睇咗嘅。咁其實係啦，真係捲得好緊要。所以同一情況就係 ICSD 嚟緊會唔會有啲 proposal 或者 advisory？ 其實嚟緊中時會嚟啦。我覺得其實 ESG 係需要有啲監管嘅，即係好似著啲順路 financial audit，大家都要揾 auditor 去簽啊。我就唔想成個 ESG 行業做到完全都係亂七八糟咁就，所以睇下大家 ICSD 做啲嘢啊，幫手係就係咁簡單啫係。其實我諗呢一個我都好贊同㗎，我哋都可能會寫信俾相關嘅監管當局咧，就要求對 ESG 嘅報告入面嘅內容有一定嘅審核啦。其實而家ISSA 5000啦，即係 HKSA 5000啦，嚟緊2028年咧開始都要求一啲大型嘅上市公司係需要咧係有 ESG 相關嘅 assurance， 即係類似 audit 嗰啲嘢㗎啦嚇咁樣，咁所以就但係對於一啲中型、中小型嘅上市公司，可能仲需要啲時間咯嚇，咁所以你個提議都好好嘅。我哋作為一個即係非牟利組織啦嚇，咁我哋都會經常係把握一啲機會咧，向相關嘅監管當局咧表達一啲我哋業內嘅意見啦。因為你捲到咁樣嘅話咧，即係話啊，你去淘寶嚇10蚊都包郵咁樣，咁你點搞啊？係嘛？大家玩到爛咗係咪啊？嚇咁就冇咗個質素，我都覺得係好有問題。所以你呢一個建議咧，我哋會真正做嘅，係啦，或者你寫 report 嘅人最少都做咗個 CEP 或者 CM 先啦。咁啊，呢一個老實咁講咧，你叫政府或者監管度搞啲咁嘢，佢一定唔制㗎。我哋試過啊嘛。Thank you。另外一個補充就係順便就宣傳下我哋正如我哋呢都係我哋點解，譬如我哋同SGS 嚟合作過，啱啱講完呢個 ISA 5000裏邊HKSA 5000裏邊嘅呢啲咁嘅training，我哋都係希望俾大家多啲呢一方面嘅去 upgrade 自己，將來越嚟越只會令到大家喺呢個職場裏邊對呢啲要求更加高嘅時候，大家會有更好嘅競爭力咯。明白 ，thank you 兩位。好，大家俾啲掌聲兩位。仲有喎，仲有啊，咁啊最後一條，但係要快啦嚇。OK， 係嗰邊白色衫嘅呢位小姐，唔該嗰邊，係啊，仲有一位，係啊。好。Hello, Professor. We are from the TVB, and my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ESG knowledge has become very,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AI era? And you mentioned that the AI can help ESG development. So my question is, how can ESG can help AI? Thank you. ESG can help AI. AI's development. Well, one thing came into my mind is that ESG is about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So in AI, we already know AI is quite energy consuming, consume a lot of energy. So if from the E perspective, we need to find a solution to make AI more energy efficient. And social is also related to AI, because AI, the usage of AI can have a very big impact on the whole society. So from the S perspective, so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all the citizens' need and their privacy, data privacy. All this thing is related to social. And governance, data governance is very, very important. As you know, if we do not have good data governance,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also the correct use of the
AI data, it would have a very big impact on our society. So I would say in the area of AI usage,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these three elements, they are interrelated. Yeah, so could I answer your Thank you so question?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TVB for